想增肌嘅朋友有時會覺得自己訓練量已經好足夠㗎啦，動作課表安排得都唔錯㗎啦，但係增肌嘅效果咧，往往都仲係爭緊啲嘅咧。當想再加大訓練量嘅時候咧，體能又支撐唔到喎。其實我哋喺做運動前同埋運動後，我哋營養嘅補充係非常之緊要嘅，必須要配合到嘅。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一講營養嘅攝取。大家好，我係 Terence， 我經常會同大家分享一啲運動嘅知識、動作嘅講解，同埋一啲我嘅生活嘅分享嘅。如果對以上資訊有興趣嘅朋友，記住要訂閱我，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然後撳埋全部。當我有新片推出嘅時候，你就會即刻收到通知㗎啦。當進行肌肉訓練嘅時候，身體會啟動我哋嘅磷酸肌酸系統同埋乳酸系統作為能量嘅供給嘅，主要會消耗我哋身體裏面嘅 ATP 同埋糖分。如果生活化一啲嚟講，就係當你食飽咗之後，你都會覺得係比較有氣力一啲嘅。根據 NSCA 美國國家肌力與體能協會建議，喺訓練嘅週期，運動員應該每日要吸收到每公斤體重7至到10克嘅碳水化合物。而如果進行極高強度嘅訓練，更加可以增加到10克以上添嘅。但係如果你仍然係運動嘅初學者，運動仲係喺學習緊嘅階段，又或者運動嘅時候，其實個強度都係相對低一啲嘅話咧，喺實際應用嘅時候，攝入量就應該比建議稍為減少一啲嘅。以下有一啲常見嘅碳水化合物含量嘅食物嘅一啲小資訊提供俾大家啦。一碗飯大約有50克嘅碳水化合物，2片方包大約有40克，一個雞蛋咁大嘅薯仔、番薯或者芋頭係有10克嘅，而半個中型嘅橙或者係細蘋果咧都有10克嘅。蛋白質除咗可以供給能量俾我哋使用之外，其實係合成我哋嘅肌肉非常之重要嘅材料嚟嘅。建議練肌力或者係肌耐力嘅人士，每日每公斤體重要攝取1.2克至到1.7克嘅蛋白質嘅。一隻廣東麻雀大小嘅肉類或者係一隻雞蛋咧就有7克。而蛋白質嘅攝取量咧，其實應該係平均咁分配喺每日嘅幾餐入邊嘅。而如果能夠喺訓練之後嘅黃金30分鐘裏邊食到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咧，對增肌就會更加理想噶啦。所以飲食同埋運動都係非常之重要噶，兩者都一定要配合咧，先至會有理想嘅效果嘅。唔好浪費每一滴嘅汗水啊嘛。好啦，咁今日嘅影片到呢度先，咁我哋下次翻到嚟再見，拜拜。